来继续来看这位陆军航特部的士官陈良峰。4年前，伫汉光演习咧做跳伞训练的时阵，因为迄个伞无总来天开，全位1300尺的高空坠落地。天公伯也有保庇，保住一条命。经过这几年来努力来做复健，传来着好消息，陈良峰总算会当来翻身咯。这是互伊的爸爸妈妈真感动，讲安尼一路行来实在无简单。讲家仔因的宝贝后生无来放弃，才会当有今仔日的成果。可以。正手甲身体挺咧，双脚骨一直咧踹，用规身躯开力的并去后壁。可以，没关系。8分。成功的这个画面，福建老师嘛拍扑啊，看到宝贝后生够有进步，爸爸妈妈的情绪嘛真激动。对未来是一个指标性的动作，在一路上这样看他这样子走过来，我们当然是悲喜交加啦。这位生命导师陈良峰，2018年汉光演习跳伞训练的时，因为伞无完全拍开，对1300英尺悬摔落涂骹，真无简单活来，毋过伤着两骨折。4年外不断克服困难，承受大部分人真歹行过的复健治疗。有些比较大一点的动作的话，对他来讲就真的是比较是个挑战。我们的终极目标当然也是希望说他可以做到自理这样子。假设是颈椎受伤的话，它影响的范围可能就比较大，那可能它的运动功能就会比较差。一般如果是脊髓的一个损伤的话，它还是有一个神经修复恢复的一个黄金期，那多半是在前面1-2年，4年之后还能够再训练到翻身，的确是非常的少见，这样很值得鼓励。陈良峰的打拼，让伊的人生有改变的机会，然后伤着两骨折朋友看到希望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